咱睇到看到迄個新聞，大家就開始咧想啊，是講哪有這麼多毒品呢？無唔對，你即擺含警方搭車抓落來，你若去來查是毒品的這個成分吼，比例真懸。這是中華的警察半暝啊去查車，這個車來傷過貓啊吼，伊這頭前的這個玻璃啊，用一個蜘蛛網的形啊，袂輸足輕呀，安尼就用炸落來。佮炸落來了後，去佇個車頂佮伊敲着安尼一寡毒品啊。所以伊機內底這個乘客就是講啊，迄毋是毒品啊，迄是這個要運肉粽的甜鹹醬啊。警方講你這個理由啊，嘛傷含啊。你車玻璃破甲你嘛會使？警方佇深夜發現這台烏色的轎車東風玻璃破甲脆鼓鼓，根本攏看袂清楚，所以要求駕駛甲乘客落車接受臨檢。啊，你車玻璃破甲誒，這種看袂明。無啦，你檢查者。58歲姓楊的駕駛加正輕鬆，嚴格警方發覺伊表情怪怪。當場甲糾察，佫提出毒品的快態氣質，要甲檢測。持有毒品跟公共危險案給你逮捕哦。免誤分證，毒品的快態是陽性的反應。早一個暗時，彰化分局執行臨檢，甲這台東風玻璃弄得要脆鼓鼓的轎車炸落來，抓到姓楊的駕駛，毒品快態伊同米劑甲安非他命，攏是陽性的反應。瘋的啦，買早餐要裝那個甜辣醬啊！甜辣醬你嘛講會出來？警方進一步搜索，佇車內查到毒品的證物。想要到女乘客閣想要硬拗，公關仔內底第是甜鹹醬，環境險啊聽袂落，未超2個人攏去互警方逮捕。藏有1拖米紙煙油罐2瓶，並在黃賢身上起出安非他命毒品1小包，當場予以查扣並逮捕。車動塞車的案件最近真接地發生，想要到這個58歲駕駛唔驚死，那車動塞車，佮技術無將警方的臨檢當作一回事。是講閣較安怎藏手，落尾也是去互當場逮捕上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